第二屆世界人形機械人運動會繼續喺北京舉行，包括400米障礙同自由體操決賽等。機械人喺賽場上一較高下，一齊去現場睇下。兩部參與障礙賽嘅機械人由起點開跑、跨欄、越過障礙輪胎。其中一名銀色機械人突然失平衡跌倒，想即刻起身就有啲難度。而另一名白色機械人進展良好，佢喺地面爬行，穿過指定通道，又快速跑過搖搖板，並穿越擺動輪胎陣等。比賽主要考驗機械人嘅協調能力。同場舉行嘅自由體操決賽，機械人運動員伴隨音樂、節拍，展示跳躍、翻滾、空翻、轉體等8類動作。至於早前嘅太極拳賽，機械人比拼靈活性，側手翻再嚟個虎跳，騰空外翻落地。參賽隊伍是幾何倍的增長，希望通過這樣的一種賽事，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與科技能夠達到未來的雙向奔赴。另一場1500米跑步決賽中，由天卓隊機械人以2分21秒63嘅成績奪冠，相較上屆冠軍嘅6分34秒40嘅成績有大幅提升，都快過人類男人3分26秒嘅紀錄。同樣大幅刷新上屆賽事紀錄嘅仲有跳遠，天驕隊機械人以7米97嘅成績奪冠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子瑜報道。呢隻